阮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你所予阮的圣工，无论是用阮的心所学乐、所吟的赞美的诗歌，无论是伫讲台顶悬用敬畏的心所发出的祈祷，恭敬所宣读上帝你圣经话命的话，恳求你用你的话来清气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阮的信心。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互阮拢会通看到上帝你的同在。虽然阮的肉体目睭无法度看到你荣耀的面容，但是上帝你的疼就温暖了阮的心，互阮知你甲阮三个伫地。至圣的神愿你降临，对每一个心内劳苦悲痛担的人，讲安慰的话，讲扶持的话，讲祝福的话。祝福每一个进入你圣殿的人，因亲自听到上帝你圣神的声，互阮因为你的话来有盼望。主帮助今仔日的礼拜，互阮每一个人拢进入新的节期春天，求主你赏赐阮一个活跳跳、活泼的画面。主祝福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互阮享受阮每一年、每一个年纪、每一日。主祝福今仔日的礼拜，互阮大大来享受你的同在。阮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圣名，阿门。上帝，赞美上帝让我们一起来唱，让赞美飞扬。在这每一个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充满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当感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他不愿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心向神敞开。圣经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诗篇150篇1到2节。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当感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
们现在来唱《主你是我力量》。敬拜你，耶和华，我要学了你。你是阮的主，安慰搁看顾阮，带阮到安静的水边。耶和华是阮的牧者，求你出声叫阮的名。伫黑暗中开路，风雨嘛袂惊吓。真一世人对你行，虽然人生有风搁有雨，
阮要一步一步对主的脚步。你是大权能的主，时时刻刻保护阮，引带阮行一生的路，奉主耶稣的性命求，阿门。咱个唱一摆恩典之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患难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患难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恁中间有人受苦嘛？伊着祈祷，有人欢喜无？伊着吟诗，有人破病无？伊着叫教会长老伫主的名用油抹伊，滚我伊来祈祷。有神的祈祷要救破病的人，主要互伊起来。伊若有罪，要赦免伊。恁着三对认罪相替祈祷，通得到医好。义人的祈祷，伊的力量有大功效。咱即时做伙来吟诗，圣诗72首，俄勒全能的主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
伊对信神投胎，对在水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地伯亚岛林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话，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信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即是同齐来启应文28篇，诗篇139篇。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捌我。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我行路，我倒伫面床，你拢详细知。我一切所行，你也深知。我的嘴所讲的话，你无一句毋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看手伫我的顶面，即款的财物奇妙，我袂会测度。真悬我袂话到。我要去打落闪避你的神。我要行去打倒闪避你的面。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困伫阴间，你也伫遐。我若天开清早的时，回到海的尽头来徛起。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袂引带我。你的正手也要牵我。我若讲黑暗袂压砍我，变做就黑暗也袂当抓砍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黑暗甲光明伫你看，拢是一样。上帝啊，你的意思到伫我，到遮宝贝。这个小囝到遐济，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济。我困精神的时，犹原甲你相搭比遍。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让我知我的意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带我行永远的路。咱即是做伙来吟圣诗，圣诗401首，请咱坐下吟全首。
咱做伙仰头来祈祷。耶和华我的上帝，你是真光，光照世上的人。当你救赎的光，光照阮的时，阮就袂脱离黑暗，进入光的内面。主啊，求你赏赐，互阮有悔改的心，放杀一切歹的，回头来仰望你，互阮有新的生命，重新恢复甲你的关系。阮是你所疼的，每一工拢要大声来学乐你。阮的喙也要时时献上感恩，感谢上帝赏赐互阮的一切，互阮无得欠亏。阮也要献上感谢的祭，因光归乎上帝。主，你知影阮的欠亏，也知影阮的需求，求你照着阮每一个人的需求，赏赐互阮。阮也要学习将重担拢交托伫你的手中，对你有全然交托的信心。阮也要将教会儿童的事工交托互你，恳求上帝为阮备办事工需要的资源，带领每一项的事工有圣神的同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赞美，请圣歌队。Thank
咱即时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咱来看两位圣经。第一位来看旧约圣经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试验我，知我的意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带我行永远的路。再来看一位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2章11节到14节。打人的事，若毋是伊家己的神，别人一随会知。安尼，上帝的事，若毋是上帝的神，也无一个会知。若是咱所得到，毋是世间的神，就是对上帝来的神，要互咱知上帝所白白赏赐咱的。搁我讲伊，毋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示的话。是用信心所教示，将心灵的话，好好心灵的事，若是属血气的人，无承受上帝神的事，伊是看做戆，也袂捌伊，因为着对神才会顺读讲道，人贵有属灵的自主之明。请曾牧师。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一个对咱一生有真重要的智慧，伊叫做自知之明，真捌家己。亲爱的兄弟姊妹，你知影你是什么种人吗？你敢捌斟酌、深深想过，你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什么？人若知影上帝，真捌上帝，才有能力。才有机会真捌家己。所听的姊妹，保罗伫伊罗马书第8章第15节安尼讲：，恁是上帝所听的囝子，或者你相信吗？咱是什么人？咱是天父上帝的宝贝囝。保罗讲，当圣神安尼甲恁讲，恁是主所听的囝子的事。恁就要对恁的心来安尼讲：阿爸，天父。兄弟姊妹，有一种的祈祷上简单，只有一句话：阿爸，天父。所以兄弟姊妹，咱一生中间有时会拄着困难，到无法度祈祷，咱就用这句遮尔简单的话讲：阿爸，天父。所以兄弟姊妹，你是什么人？愿你甲天父上帝讲：主啊，我是你所听的囝子。兄弟，你知影你是啥物人吗？你若知影你是上帝所听的宝贝囝，你就爱真正来斟酌听，真正来斟酌听。愿今仔日圣经所讲的话，会当帮助咱知影，咱来到这个世间为什么？是因为上帝爱咱伫这个世间。为伊讲话，为伊生活，为伊做代志，自知之明，就是真捌家己。这是一种真正的智慧。咱为着这种的祝福，咱来备办心，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你的囝儿查某囝，安静坐伫你的面前，我要恭敬。斟酌来听你圣神的话，主，阮深深知影，亲像阮拄则所吟这条诗歌讲：天父听我，天父听我，天父听我。我知伊听细只鸟仔，天父也稳当听我。阿爸天父，我若讲袂出来的祈祷、情绪，但是伫你的圣殿内，阮求着你讲，阿爸。你的囝儿带到你的身边，主求你将你的光放伫阮的内心，
互阮的生命中间有你的真光，阮就看见家己。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对阮讲话，互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伫今仔日，真侪有智慧的人，因为认捌上帝，也认捌家己人生的事。求主你的圣神，赏赐智慧的灵运行伫阮的中间。阮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性命。阿门。兄弟姊妹，今仔日的信息圣经对咱来讲是一生的重要。咱要针对上帝所使用的人，咱要享受上帝所赏赐咱人生的活命。自知之明是咱做父母应该教咱的囡仔的功课，但是这是真歹教的功课。若无上帝圣神，无人知影家己将来的事。若毋是圣神的帮助，有甚物人会通认捌迄个看袂到的上帝？一个袂捌上帝的父母，真困难教伊的囡仔认捌上帝。人若无敬畏的心，就真困难知影家己人生的使命甲目标。愿主至圣的神祝福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弟姊妹，愿拢真做认捌家己、认捌上帝，享受人生的基国度。咱常常听过这句话，但是咱不以为意。伊安尼讲，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感觉家己无问题。有真侪基督徒伫教会出接是当作是一种的习惯，也是一种的过去的信仰的一种的想法，并无真正思考讲，认捌上帝是要改变我一生中间我所讲的话、我所做的事，甲我将来我所徛的立场。无坐武万的人的位，无行罪人的道路。所以真侪人有问题，伊怨叹讲，我甲吃歹命。所以兄弟姊妹，人最大的错误就是感觉家己无错误，因为人用理所当然家己的想法做真理。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圣神将真理的光照伫咱的内心，互咱知影，原来咱是一个流浪的人，原来咱是一个认捌上帝却无敬畏伊、真实敬畏伊的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听到上帝的话。兄弟姊妹，你若肯将这段话《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0节到14节，该背起来，放伫你的心内。因为这段话对你、对我、对基督徒，拢是真重要一句提醒的话。伊讲，迄期的人无法度明白上帝的事，反倒当掠做牛戆。所以有真侪世间人感觉基督徒真奇怪，礼拜日本地就是去郊游，就是去宴乐，就是去开 party。礼拜日应该就是一个轻松一个欢喜的事情。但是这群人摕钱去请人骂，歹势啊！这有的人误会讲牧师讲道是恁摕钱来请牧师甲恁骂，兄弟姊妹毋是安尼。你的钱毋是奉献了牧师，恁的钱是奉献了上帝的手所做的工。咱做伙伫上帝的面前，是因为咱要真正来斟酌听。台湾话即个斟酌，足有意思。斟酌叫做斟酌啦，古早字叫做添酒甲啉酒，斟酌。添酒互你啉，你就安尼甲啉。斟酌的意思就是谨慎，就是思考。就是有定真的心来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独只有属上帝的人，才有法度清楚上帝伊家己的话。愿天父上帝的圣神亲自将今仔日的信息讲互咱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咱伸出双手甲主祷讲：主啊，互我有自知之明，互我有认捌家己的智慧。主啊，伫我一生中间最重要的智慧。有两项，一项就是认捌上帝，一项就是认捌我家己。人要通过因为认捌上帝，上帝伊的光就进入人的内心。所以以赛亚讲，这个上帝的灵来进入人的内心，人就有聪明、有智慧、有策略、谋略、有知识、有能力、有知识，佮有敬畏上帝的心。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见那谦卑，甲上帝讲：主啊，
求你将这个自知之明，就是认捌家己的这种智慧，赏赐给我。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兄弟姊妹每一个人。这条上那亲像慈心，看起来表情足像是慈心，伊咧讲老子，毋是讲我家己是一个老子，确实是一个中国足出名的一个智慧的人，伊叫做老子，伊就是《道德经》写《道德经》的一个真有智慧的人。这个人伊的主张，伊的人生观，甲孔子真无共款。伊讲一句话，伊讲有智慧的人，会当认捌人，就是一种有智慧。若知影家己就是一个明，什么叫做明呢？自知之明，那个明到底是什么？圣经讲灵明，有圣神的灵所赏赐，清楚的看见。圣经内底有一个字叫做灵明，伫圣神的人就看透参透上帝的事，明就是看清楚。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伊的光，伊的神，甲所听起来兄弟姊妹，咱每一位三角地带，上帝将这个至关的智慧，就是认捌上帝伊的荣耀，甲认捌咱家己人生的事，放伫咱一生的中间。今仔我要甲咱讲3项的信息。第一，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你安静来思考，什么叫做自知之明？第二，我要甲咱做伙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自知之明对我来讲有什么种的重要？第三，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伸出恁的双手，甲主祷告。主啊，我要怎样才会当成做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自知之明，无论这种的人，无论伊伫什么所在，伊知影这个时阵是什么种的时刻，这个时阵应该做什么种的代志，这个时阵应该讲什么种的话。一个适当的演讲的人，就是伊知影伊伫什么种的情景，伊面对的是什么种的人，今仔日是什么种的时间，我应该讲什么种的话。自知之明对咱的人生中间是一个生活的智慧，非常的重要。人若无认捌家己，人若无认捌这个时间甲空间，人就真困难用采取真适当的立场甲方式来生活落去，这歹教。但是，若有上帝圣神甲咱三合地带，有可能咱免学，你自然就有灵感。你捌听过灵感这2字无？灵感是毋免钱的，就算做有钱嘛，买袂着灵感。但是，若有上帝的圣神踮伫咱的内底，咱无费困难，因为上帝就用神圣的话来解说神圣的事。就像你今日讲，神圣的事和合，神圣的话来和合就是来解说、来结论伫神圣的事的顶端。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赏赐咱。第一，自知之明伫英语的翻译叫做 self knowledge。self knowledge 意思就是讲，我认捌我是什么人，我知影我的优点，我知影我的缺点，我知影我有几牛重，我知影我有什么种的能力。所以讲，对家己的能力甲困难的一种的了解，佮另外一种的解说讲，伊对家己有一个正确的 self assessment。就是讲，伊对家己的判断无超过重，嘛无超过轻，意思就是不自卑、不自傲。对于家己若有正确的自我判断的人，伊袂自傲，伊嘛袂自卑。兄弟姊妹有重要无？人常常伫自傲、甲骄傲、甲这个自卑的天平顶悬，无真细正，无法度真平衡。有时咱伫人的面前头壳夹袂起来，讲话唔敢看人。恁捌教恁的囡仔讲，恁若咧甲人讲话的时阵，你目睭爱看对方无？迄什么意思？平起平坐，真诚对待。因为我对你的目睭，我就知影你有咧听我的话无？我对你的眼神，我就知影我讲这句话你有同意无？所听的姊妹，自我对家己的认捌真重要，因为伊会产生2项代志。第一项，你会看到你家己的自我图像；第二，你会看你家己
合乎中道。但是我用保罗罗马书第12章第3节，伊讲每一个人应该用上帝所留予你的信心来看你家己，不超过过大碰风，也不自卑，爱看家己，要看自己合乎中道，看家己合乎中道。罗马书12章第3节，迄段话我对第1节开始。亲爱的姊妹，我肯定献家己做活祭，就迄段话，3句话句句拢是金句。所以，姊妹，若是金句，一定爱家背起来，爱家了解，爱互伊变做你的主张甲你的思想。所以，姊妹，爱看家己合乎中道。合乎中道的意思就是下地深思熟虑。拄则咱看伊个英语讲 correct assessment、self assessment， 是讲自我的评鉴。我家己牛，我家己有几牛重，是正确的，因为上帝所予我的就是安尼。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兄弟姊妹将你家己摕出来，咱可能做手中。主，我有几牛重。一开始牧师用一个请安，问恁讲，恁捌恁家己无？牧师问恁听到圣经甲恁讲，恁是天父上帝所听的宝贝囝，而这你相信吗？你爱相信我，手伫你的心内，对你家己讲：我虽然含慢，我虽然平凡，但是我是天父上帝的宝贝囝，好无？当咱若知影咱是上帝的宝贝囝时，咱就看咱家己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图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是一个受祝福的人生的开始。上帝将一个真正确，伊起初将你带来到这个世间，伊的理由，要互你看到你家己一生要做。我常常譬如伫外面的分享，人问我讲：“怎么说你伫德堂牧会过程，你有什么种的心得？你甲阮分享农村教会开拓会讲的心得。”我拢常常按譬如讲，我来到德堂是互上帝带来。上帝对我新人毕业的时候，伊甲我抱来到伫礼拜堂，甲我放伫德堂教会的礼拜当中。伊讲：“孩子，你安静的坐在这里，不要焦虑，不要急躁，唔通急要离开德堂。”上帝甲我放伫这个所在。32年，唔是我做，我着亲像咧做礼拜时，我看到尊贵的上帝。伊的手伫德堂中间，德堂教会，伊所做的一切。所听的姊妹，咱若知影咱的上帝是甚么人，咱若知影咱伫伊的手中有几牛重，所听的姊妹，咱就无看轻家己，嘛无随便，谨慎行，斟酌听，这就是今仔日的金句。伊讲有真侪愚弄的人，因做毋对代志，因嘛毋知影因做毋对代志。但是恁来到上帝的圣殿，恁就要谨慎行，斟酌听，真正来到上帝的面前，毋是斟酌听牧师的意见，是斟酌听牧师的嘴所讲出来上帝的圣经，伊要对咱的教示、提醒、甲祝福。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伊的圣信，今仔圣经讲，将属灵的事讲互属灵的人听，将属灵的话解说，用上帝属灵的话来解说属灵的事，用属灵的话来和合。白话字圣经和合啦，用两字，和合的意思就是连结，画上等号，正反面。用上帝的话来解说这个白纸黑字的经文。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每一个人正确来领受圣经真正意思，特别是对你生命的计划。斟酌想，主啊，我的一生要怎样？或者将你的一生提出来，甲上帝参详。我常常甲我的查某囝讲，爸爸妈妈互你的意见，袂当赢过上帝的意见。
恁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常常将恁的心事，甲上帝讲。咱拢会甲这心事，甲咱所亲爱的人讲。但是咱敢捌真认真，将咱的人生事，甲上帝讲。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这个礼拜，咱了解一项。咱来讲我愿意的事，什么所在是聊天谈情说爱的地方？什么所在是咱甲上帝讲话的所在？就是你生命内面的这间礼拜堂，这是你转述的礼拜堂，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心灵，就是上帝的圣神存在的所在。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2章讲，除了点伫咱内面的神，有智慧会当知影人的事。除了上帝的圣神，无人会当知影上帝伊一切稳重的奥妙。亲爱的姊妹，你若爱真捌上帝，你就要领受圣神，你要敬畏上帝。因为无敬畏上帝的人，伊毋知影家的好处。就亲像路加福音咧讲起迄个浪子，伊的时代人有产业，伊甲老爸拍胸脯讲。将我应该得的产业给我，世间敢有了理所当然应该的？这个囡仔一点仔都唔知轻重，伊凭什么甲伊时代人讲，将我的产业给我？那毋是听，伊有啥物资格甲伊老爸讲这个大声话？伊讲过无2、3天，包互我款的，就去都市繁华的所在。去学习这个繁华世界的荣耀，可惜嘛可怜，垃圾放弃甲一裤底，啥物拢无，得到一个悔改的心讲，我的爸的厝，我的老爸厝，兼毋是有侪使用的人，我为什么要伫这个所在流浪，食喷食猪仔所食的？我都爱得去，甲我的爸爸讲，我得罪你，我嘛得罪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知影家己的事。这段经文中间讲2项真重要。人的一生自知之明，自知之明，知影家己的代志有2项。第一，知影家己的事，知影上帝的事。一个若知影上帝的心意，知影上帝的荣耀，若知影上帝伊会计划的人，伊袂浪费伊的生命，伊会珍惜伊的时间，伊的心中把握上帝所有互伊活落去的每一天。亲爱的姊妹，珍惜上帝所互咱的一切，咱伫主的面前，看咱家己诚做合乎中道。拄则牧师甲咱解说到马书12章第1节到第3节。第1节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劝你们献自己为活祭，你们如此服侍是理所当然。伊讲一句话足重要，理所当然。人伫世间的理所当然是你的你啊，我的你，是上帝的你，也是我的你。理所当然的你，迄个原文的字叫做 logia， 甲 logos 是共字。意思就是上帝话就是一切道理的开端，理所当然的理，就是上帝话若讲是就是，毋是就是毋是。将这个话摕倒来到家己的时阵，保罗讲这句话，伊讲毋通看家己超过你家己的轻重。咱古早人定定咱讲，都爱知你家己有几两重，有无？毋是讲咱的体重呢？那论身高、论体重，牧师属恁甜甜嘛。但是兄弟姊妹，恁的轻重无比牧师较轻。咱伫上帝面前，有咱应该有的分量。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前，主照着伊放伫咱心中一个真要紧。伊讲，逐人的信，上帝所留予你的信心会大细。上帝用这个信心，这个字叫做 pistis， 原文嘛当翻作真道。上帝用圣经的话，互你所认捌你家己，你爱看你家己合乎中道，
合乎中道伊的解说原文的意思叫做深思熟虑。所听的姊妹，愿主的圣神对你讲话，你就真做一个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能力、有知识，这5种灵，佮加上敬畏耶和华的灵。主帮助咱哪行对主哪亲，咱哪行哪认捌上帝。自知之明，就是保罗所讲，看家己合乎中道。所以圣经足清楚安尼讲，愿咱会通了解什么叫做合乎中道，就是上帝用伊的圣神甲伊的话真道所讲互我听，真侪我对家己的看法。合乎中道这个字，伊的原文叫做 sophroneo， 这个字，这个字除了翻做深思熟虑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谨慎自制。看家己合乎中道意思就是，我无看家己骄傲，我无看家己自卑，我真谨慎有我家己自我的自制、自我的约束，这种的生命。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听有上帝的话。今仔日的诗会牧师伫周报顶悬所写的金句，减写着即句。所以诗会的执事就甲咱读对11节开始读起。伫第10节有一句话，伊讲上帝借着圣神向咱显明，上帝借着圣神，上帝用圣神甲咱显明伊所运作一切计划甲奥妙。显明这个字，就是掀起你的盖头来。你捌听过这条歌无？做丈夫夫妇结婚的时阵，丈夫有一个特权，就是为伊的夫人掀起面纱。圣神所显明的意思，就是打开伫咱眼前迄个障碍跟遮盖。兄弟姊妹，你若愿意，你会通为着你的视野，为着你的这个眼光来祈祷讲。主啊，伫今仔日个礼拜，牧师解说，你的圣神会为我彰显明上帝你运作的奥妙甲计划。主求你拍开我一切伫我的思想上的限制，伫我眼光顶悬的限制。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当伊掀开伫咱目睭前迄条筋仔的时，上帝就要互咱有自知之明。互咱真清楚看到这个世间。今仔日的金句安尼讲，恁正人来到上帝圣殿，都爱谨慎行，斟酌听，足水的字。恁来到上帝的圣殿，都爱谨慎行，就是谨慎节制恁的行为，都爱斟酌听。斟酌听的意思就是用你的思想深思熟虑、定睛仔细来听这句话。愿天父上帝帮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唔知影家己有问题。今仔日的圣经传道书第5章第1节的上尾一句，伊讲世间的愚妄的人也唔知影因手所做的工原来是不好的。亲爱的姊妹，愿主用伊的宝血，主耶稣用伊的宝血洗清咱的心思意念，互咱的想法清气。互咱的行为正直，互咱的生命清气，亲一种新的白纸。上帝伫这张纸的顶悬写新的智慧的话，真做咱的祝福。主帮助咱，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第2个祈祷，咱着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会当细字行斟酌听，互我会当细字行斟酌听。愿今仔这句话提醒你。直到一生的路尾，互咱常常谨慎，咱的信仰是甚么？第二，我要甲咱分享自知之明，到底伊的重要性是甚么？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通知影讲，今仔日咱伫礼拜堂做伙的领受思考的这个主题，对咱来讲，什么种的智慧是咱一生中间不可缺少的智慧？人一生中间不可缺少的智慧，读到只有踮伫人内面的神，伊才会当互人明白家己的事。自知之明的事叫做灵明，灵就是圣灵的灵，明白的明。咱若有上帝圣神伫咱的内面，
咱看什么，就明白什么；咱听什么，就明白什么。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唯有自知之明的人要有4项的改变。第一，你才能够活出真正的自己。这个自我、真我，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的我，是上帝让咱来到这个世间，伊原本对咱的期待。上帝创造咱的时阵，伊对咱就有伊的计划。你讲牧师敢有影？亲爱的姐，若唔信，你去问上帝。你看你的手，你祈祷讲：阿爸，有影无？所听的姊妹，一个真正有上帝圣心伫你内面的人，伊能活出真我，伊的情绪变作好的情绪，伊的脚步有清气佮圣洁的脚步，伊的思想有清气的心。愿天父上帝帮咱，自知之明的人才能够活出自己。所以耶稣讲一句话，就是安尼讲 ：“Ego eimi autos， 我就是我，我就是我 ，I am myself， 我就是我自己。”所听的姊妹，上帝让咱来到这个世间，不是偶然。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上帝祷告，主啊，感谢你。第二，自知之明的重要性，就是人会当徛伫一个真细致的角色扮演，以对家己的自我图像正确，不自卑，不自傲。其实咱的圣经讲，无看家己超过应该看的，无看家己超过应该看的，就是讲看悬看低，看家己碰风。也是讲，迄种亲像水仙花、自恋狂，毋是一个真正互上帝圣神所教示过、甲所祝福过的人，伊知影伊家己是什么顶好的人。所以一开始牧师的请安，用你是上帝所听的宝贝囝子，甲你请安。亲爱的姊妹，愿你珍惜，伫你生命中间，你是上帝宝贝囝。这个真正真重要的神圣的身份，原来伫主的面前，佮知影，所以真正知影家己是什么种的人的时阵，就是幸福的人。是变讲，这个人何等有福气，行为完全遵探上帝的律法，这个人就福气。这种的人有所为，有所不为。圣经讲，这人不做不义的事，这个人遵行神的话语。上帝的囝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做家己的人，就是遵探上帝的话，行伫上帝所引出来的道路。第三，自知之明的人，伊对家己的人生有真正确的选择立足点，无论是伊的人生的角色的扮演。伫诗篇第1篇第1节，伊讲何等有福气的人，什么种的人？伊就是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侮慢的人的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真正是捌家己的人，伊知影什么代志伊会使做，什么种的代志伊毋通做。求天父上帝亲自甲你讲，互你伫你的一生中间，因为上帝的话会通做尊贵的事，伫主的面前。最后，自知之明会当互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感，有立足点，有方向感。圣经讲，走对了路，做对的事情。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你来愿意，你纯粹向主甲主祷讲，主看我的手，主看我的手。过去种种，比日昨日死；今日种种，比日今日生。过去的代志，主我将伊交行你的手中，但是对今仔日开始，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你的圣神咧对我讲话，求你看我的手，互我做对的代志，行对的路。亲爱的姊妹，谨慎行，深足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那安尼，恁会问牧师讲，我要安怎知影我家己人生的大小事？
我要安怎成做一个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我要怎样成做一个会通认捌我家己有几两重的人？犹大书20章毋是20章，犹大书只有1章尔，伊的第20节、21节，有3句话。这3个方法，你若常常安尼去操练，你就会当成做一个得到上帝圣神帮助的人。犹大书20章安尼讲，你就要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人就爱伫上帝话顶悬造就家己，意思就是读圣经。第二，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读圣经祈祷。第三呢，常常发出伫你的心内讲：阿爸，天父，主啊，我知你听我；主我知你是你的家人；主我一生决志，无互你见笑。现在你慢甲上帝安尼祈祷讲：主啊，我一生无要互你见笑。兄弟姊妹，咱的上帝若是遐尼荣耀，咱就毋通做糊涂事、见笑事，互咱的天父上帝头壳举袂起来。兄弟，你敢愿意安尼祈祷？主啊，求你互我一生无互你见笑。主，我知影我无能力，因为我所爱的好，你圣经内底所讲的好，有时我真正挡袂牢的时阵，我会做袂来。兄弟姊妹，有心，上帝就帮助你；若愿意，上帝就帮助。所以讲，咱伫主的面前，咱听这句话。犹大书第1章只有1章尔，20节、21节，伊讲，就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搁伫真道顶悬造就家己。第三，仰望天父上帝，常常踮伫上帝会听的内底。上帝的听是咱最大的亏力，所以伫圣经中间，无论是保罗，无论是约翰，因拢讲起伫主的听，踮伫主的内面。保罗讲，因着耶稣的爱激励我，上帝的听激励我，互我所做的毋是出于勉强，是欢喜。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上帝将这话放伫咱的心内。我搁一摆提醒兄弟姊妹。谨慎行人生的路，斟酌听上帝的话，愿主帮助咱，因为伊的话是咱脚前的灯，是咱路上的光。因为伊的话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圣神祝福帮助亲爱兄弟姊妹，咱中间无搁再有糊涂的人，咱中间无搁再有愚戆的人。咱中间拢要成做一个上帝用伊的圣神显明伊的真道甲活命的基督徒。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啊，伫我的心内对我讲话，求你的圣神充满我。主啊，求你的圣神充满我。主，你的话若来，我就要得到生命的真光，直到永永远远。上帝的话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话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咱同心来祈祷。活命的主，阮来亲近你，因为离开你，阮就袂当做什么。主耶稣，阮感谢你，亲自甲阮讲，你是葡萄树，阮是葡萄枝。主耶稣，阮感谢你。假使阮提醒阮，毋通离开你，就常常踮伫你的内面。主，你今仔日圣殿内底敬拜，就是一个决志。每一个进入你圣殿的你的家人，求你甲阮固守、照顾阮，互阮伫你的保守中间，成做圣洁的你的家人。你的灵就进入阮的心内，互阮成做有智慧、有圣洁的清气的心的基督徒。主，阮伫你的面前，将每一个阮当信的兄弟姊妹。无论是伫礼拜当中，或者伫网络顶悬，每一个同心敬拜你的阮的兄弟姊妹，愿你所享受的活命，赐入阮的中间，直到永远。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
咱即时做伙起立来吟圣诗336首，天父我知一生光阴。请坐，这时来准备奉献。
就会起入吟凤的诗歌306首。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伫咱要用这条诗歌来请安进前，咱来欢迎两个人参加咱今仔日的礼拜吼。咱欢迎敏丽邀请伊好朋友来参加咱的礼拜吼，咱该欢迎吼敏丽好朋友，欢迎你来参加耶稣爱你。啊，还有一位是佩芬的侄子吼，佩芬的侄子是吧？哦，全家吼。哇，欢迎！我们很高兴佩芬姐伊个邀请伊的侄子，因的全家耶稣爱你们，上帝祝福你们。咱用这条诗歌来回应咱拄则牧师甲咱提醒的迄种的思考，我是谁？当咱咧听这条诗歌的时，咱甲耶稣讲：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听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我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心祈祷，主耶稣，你真做活我会听，你活出来上帝听世间人这项的道理。道理若无有你，这个道理人真好得了解。但是主耶稣，当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阵，阮就知天父听我这种真实的听。伫今仔这个敬拜中间，阮对阮家己有一个新的认识。阮知影，阮是天父上帝宝贝的囝子。主，阮伫你的面前决志，用阮的一生来回应你的听。主，为着伫阮中间，若有心灵动荡、心内劳苦、心内有搅扰的人，愿主耶稣利用你的听来医治，互因的心内充满踏实、充满平安。至圣的天父上帝，也求你照顾伫病床中间，阮所少年的侪侪人，有阮的占达兄弟，有练勋兄弟，有仁聚，有亨仪，有庄世德校长夫妇，洪在经兄弟夫妇。主，阮少年真侪阮中间袂通来到阮做伙组织伫实体礼拜顶悬相聚的每一个，阮的亲长，特别阮的士大人。至圣的天父上帝，互阮的士大人伫年长的会所的内底，有勇壮的身躯，有平安甲喜乐的灵。至圣的天父上帝，照顾，互你的听真做阮最大的力量甲气力。阮同齐伫你的面前用这条诗歌做阮的祈祷。奉耶稣你的圣尊名求，阿门。咱下面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吼。今仔日生日的人拢无伫咱的中间，有祥光是四德校长的孙仔，
有守贞吼，搁有耶稣，咱来为因来祈祷。主啊，为着即礼拜生日的3个青年，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主，阮所听你所听的囝儿查某囝，伫因过生日的时，因会当捧起因生命的杯，来甲你同得福音的好处。当因将因生命的杯捧予你的时，愿主你倒满、填满、稳定伫因的生命中。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甲因三甲伫地，互因有智慧的心，会当算数家己的年日。好好诚侪生命的关系，好好使用上帝你所赏赐因的智慧甲时间。阮伫你的面前，奉你的性命来祝福因。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伫报告进前，来请陈牧师来做报告吼。已经出来好，第2章，这个所在水吼。第3章，迄个因小迄张，哇，来，好，咱停留伫遮吼。各位兄弟姊妹吼，咱妇女团契伫4月12。我头拄甲说对了，讲毋对，我甲伊讲19，4月12吼，拜5中昼2点为教会要出发，啊，甲隔天吼，礼拜6的中昼伫遐食饭饱了，咱才转来教会。啊，若要家己开车欢迎，若要来教会坐车嘛拢欢迎吼。这是妇女团契要伫即个所在，咱要来举办一个退休会啊！头拄啊吼，有人听着我讲要办退休会，就讲啊，牧师毋通啦。我为什么毋通？你毋通退休啦！哎，来，毋是我退休，是我要带咱来遐退休吼。教会咧办退休会，就是伊的意思甲用意，就是讲咱为一个无用的中间，也是对一个啊，我逐日我即马退休啊，我逐日开。爬起来就是准备食饭，逐日拢过共款的生活。啊，咱要为这个生活吼，咱退出来，咱来遐重新来面对咱的上帝，来面对咱家己吼。啊，所以咱即届这是短短的时间啦，因为疫情了后，咱教会足侪事工拢是为头啊开始，慢慢啊咧叮当，慢慢啊咧计划。啊，阮伫过年遐带囡仔来这个所在吼，啊活动，逐个囡仔拢真快乐。头拄仔无翕到迄个远远迄个小山坡吼，嘛当去爬山，啊真水。啊，毋过吼，这个所在真热门吼，咱必须爱较紧来预订房间。啊，若是妇女会当参加的吼，咱请较紧来报名，甲妹小、甲会长吼。还是甲医诊报名拢会杀进，啊，咱欢迎咱较侪人来遐参加。啊，咱即届去即个所在，咱要读的圣经是雅各书，雅各书甲5章吼，短短的。啊，有人讲雅各书真适合妇女来读啦吼。啊，咱请咱大家来报名。啊，阮咧报名中间有讨论着讲。有咧讨论着讲夫妇，若有人讲啊，阮先生要对我去吼，这我毋知啦吼。但是你若讲真正有做伙报名咧吼，啊，咱才甲这个问题，互妹小去烦恼安尼吼。咱若要做伙报名，所以是无反对恁做伙报名，但是我知遐个房间吼，无迄个小。嘿啦，无一个迄个小家庭的迄种吼。好，啊，报告以上，欢迎咱大家来报名。头拄我咧讲的时阵，咱就第一个报名吼，啊，煞张了已经报名，请咱大家来报名。报告以上。
这时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较来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早时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礼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有2场，礼拜六上午9点伫线上，甲暗时7点半嘛是线上查经班。圣港服侍后礼拜诗会陈美秀执事领诗，谢丽云姊妹、苏琴、刘玉明兄弟、苏宪交代、张世昌甲吴素基执事、爱参、郭依玲。新眼光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来看。具体交通第一，本主日礼拜爱参了举行3月份中集会，请中集出席。第二，3月31是国外节，若有人期待领受洗礼，请牧师报名，也请大家备办心迎接受难周甲国外节。第三，查经聚会有2个主题，第一，拄着神的灵修，礼拜六早时9点；第二，我着安怎行才会当有幸福的生命，礼拜六暗时7点半，欢迎大家做伙读圣经。第四，本主日下午3点，育婴教会举行詹天芬牧师就任育婴教会第4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请代祷。第五，4月12礼拜5下午2点，甲4月13拜六中昼，妇女团契要伫林子内教会举行退休会，欢迎报名参加。因为过暝订房，请伫3月17进前报名。第六，杨那村执事纪念奖学金申请资格，请咱照这分数来申请。第七，生日庄祥光、陈守贞、庄雅茹奉献报告。如果有出入将过价欢迎。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身心欠安、洪玉芝、庄严、詹达、庄仁聚、黄宏仁、陈树，以及为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心灵甲课业祈祷；第四，为结婚亲人的婚姻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妇人一集得可打亚。报告以上，这是咱做伙起立吟奉的上映的诗歌507首，吟诗煞请曾牧师祝祷。心祈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慈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这事到永远无尽。阿门。嗯。